今日路人都要注意安全哦。吹起高雄凤山有民众骑机车经过5甲1路的时阵，去互一只乌狗来夹着伤。狗仔的主人原本是讲要来赔钱和解，不过今麦个反悔，受害者是决定要甲提告。动保处表示，会甲这只狗来列做有攻击性的狗，以后若是伫咧公共场所无大人牵、还是讲无做好防护，上当是通甲这个狗的主人罚15万哦。然后旁边的狗冲出来，直接咬我们，之后我们主人把它拖进去了。查某人惊到，甲警察讲，红熊熊冲出来狗夹着伤，主人就是甲狗扭转去离。在里面啊？你在里面让它自己出来是吗？警察来查，主人心里讲当时无伫狗仔身躯边，代志发生伫初7暗时，民众行经过凤山区5甲1路巷仔，互狗夹着伤，骹盘断2针。原先主人同意赔偿，双方和解，无想要反悔，甲民众讲若要告就去告。他一开始说他要和解，然后他就说又丢了一句说我没有钱赔，不然你又告我去关。警方已通知事主，将与到案说明。全案依过失伤害，函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警方受理民众提告，再去主人因兜查证，涉嫌咬人的狗仔已经用链仔链掉咧，有罪防护。也过有民众讲，狗仔毋是头一摆咬人啊。高雄市动保处讲，这个案件无接到通报，会发公文予警察机关摕到资料了后，依照动保法来采取。狗仔也列做攻击性的狗仔，主人若是无照这个相关的规范，相关会甲罚15万。他咬过其他人哦？都有在绑啊，就刚好那天家搬衣柜啊，他就跑出去啊。嘉义动保法将该犬只列为攻击性犬只，后续出入公共场所或工作的出入场所，将依规定由成年人伴同，并且1.5公尺以内系绳及佩戴透气口罩等防护措施。野炊伫高雄主营区，就这个特犬半个月内连续攻击2个人。另外，花莲台北也发生过比特犬去伤着人。高雄市动保处也提醒民众，市政府公告这个危险的狗仔，也是一般的狗仔，出入公共场所，拢要由7岁以上民众戴条例，若无相关的，罚款15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